首先特别感谢你能为我准备的丰盛的晚餐，也特别高兴你能到我们家来做客。来 ，Cheers。 Cheers。对不起。爸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干女儿爱宝，这是我的 partner 唐敏熙。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当然没有。哎，爸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跟同学去逛街，我把手机、钥匙、钱包都放在我同学那了，我们一时间走丢了，我找不到他们，我一时没地方去，只好来你这儿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因为你是我爸嘛。你还没吃饭吗？还没。来，吃我的。来，这是敏熙做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爸，你饿不饿啊？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姐，你好贤惠哦。爸，你能也给我倒一杯红酒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给你倒。谢谢。来，Cheers。Cheers。姐，你跟我爸一起工作对吧？是啊。哇，那你一定很能干了。我代替我爸跟你喝一杯，希望你可以在事业上帮助我老爸。喂，你慢点啊，我喝醉的。这酒也是你挑的吗？真不错。别再喝了。你少喝点儿。
真的很抱歉。你的女儿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小孩子不太懂事，喝多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他今天会到我这儿来。这样吧，找机会我请你吃饭，算是补偿，怎么样？ OK。谢谢。那他怎么办呢？我想办法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吧。我先送你。嗯。记得，你还欠我一次烛光晚餐哦。我记得。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，